雕虽然含得了进来，但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敌。比雕一点在手，所向不得。同时斩鬼切财，势如破敌。田高龙亲自这边出手了。王必雕在千金一发之前，沙漠怪客放掉伊大头梨，这边拯救了必雕。救兵啊！你就讲阿爸王，以及着台湾农林心心两人并肩作战，应付着数千的流寇。这时阵阿爸王使用着三项气功。闪电高架，台湾农林心心议员跳出个上刀大开杀戒了。人甘肃万人感动的精神，应付着数千流这个是。左手，右手。手啊！小子，中路命令，请大家唔通动手。大家听我分析几句吧。中路有所不知，台湾农林心心这人原是不改呀，伊就是传统敌人六合。来这个所在来讲，外用这破咱的招屈，伊利用着首领无在中间，来进攻咱的招屈，这个非该收敌不可。中去。无论啥人都未使你伤害到林心心独眼龙。讲什么？我就是本队的副首领，我可以掌权。点去？难道连我张某你也无得尊敬吗？啊，是，首领嘛是要尊敬张某，因为我若无随专言不知，等下恁大家就会了解。来，林心心。在对方是谁？就是大仙人六合。六合，你甲伊什么关系？因为过去我流动在这个西域，就是被六合甲我感化，互伊照顾真多啊。算起来都是我的好朋友。既然甲你好朋友来到咱这个所在，你就要甲伊按捺哦，四界去行行咧，散散心吧。多谢张老啊！哼，张老，安尼明明唱好规山标好生意，点去？你会知影讲林心心，伊甲咱的身世是无共款呐？哈，无共款？你甲当作伊也是流寇之一吗？当然啦，伊就是八龙之一。哼，你全然唔知影，那伊的身世。甲咱是差非常多，伊是一个金鸡玉口，伊乃是达旦国达旦王宫内面的第二公主。哈，第二公主？然了，就是达旦王有带一个大某，这个王后叫做王丹罗，伊所生就是一个查某囝叫做铁炎奴，然后达旦王铁灭克女，再带一个王妃
就是叫做沙大华，生一男一女，女呢叫做铁爱奴，男呢叫做铁娃娃。铁爱奴就是现在独眼龙林心心啦。13年前，达丹王铁灭庆年已经破边，王河摄政，因为太子铁娃娃出世5个月时阵，王河残忍，就将着这个沙大华王妃当作叛乱罪，将因母囝甲伊放逐在渺茫中的沙漠。因母囝3人历经着3个月流浪之苦，不幸王河病逝中途了。这个时阵，因两姐弟在卖庙啊，兴起慈悲回乡，就将着因姐弟家收容，然后才回乡。将这个铁娃娃出世无几个月囡仔，用这个家世甲伊扛的，伊就甲伊带往南方直进。这回乡经过数百步之后，突然间红光窜现，红云四起，几百万只赤色的飞蛾来袭击，一几名回乡烧这个飞蛾毒粉用着目睭也过袂金。然后这个铁爱奴当着这情人已经失算，这回想过这个娃娃走，无管着这个铁爱奴生死。不幸的铁爱奴受了这个飞蛾甲伊袭击，昏倒在地。原来就是赤蛾神君自将铁爱奴甲伊收容了。所以。伊就是达丹宫的第2公主，叫做铁爱奴。铁爱奴也就是冷心心啦。恁会知？我就是当时带一支兵在了沙漠做买卖，为着发现一件代志，目睭才会痴迷啦。难道我是咱族人最老的109岁长老？我讲的话，恁大家无要相信吗？相信是相信啦，各位。咱做这个土匪，做流寇，在沙漠这个作案，害死了多数的人命。杀人人杀，冤冤相报。咱的罪恶定定塌塌，恁敢无想到要改邪归正？无想到要重新做人呢？假使恁得要重新做人，为了机会，爱靠这个铁爱奴甲恁提拔。现在达旦王宫、达旦王铁灭庆年，当着这个王后蒙丹路已经死了，唯一就是伊个查某囝铁炎奴大公主伫咧摄政。做大公主摄政了后，派着真侪人伫咧找找着伊个小弟甲伊个小妹，现在无消无息。假使若将这个代志来贡献，互伊这个铁炎奴大公主知影。伊是毋是会派人来接铁爱奴冷心心转去？伊是一个将来的公主，伊会开赦恁众人的罪过，恁众人就会当入这个宫内享受着这个王族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对，这是对啦。长老，你讲了是哦，小玲回来，莲了，发生什么事？一言难尽。为什么长老你来帮因两人走？我毋是放伊走，我是叫伊去行行咧，散散心理啊。相信伊未走才对啊。你到底对族人讲什么？我将着13年前事实的代志讲互因大家做参考而已。赦免吧，我袂当赦免你。我若要赦免你，恐惊赤我神君也不能赦免。圣寿无讲圣寿。108岁青面老者，你敢老涉机密，饶你不得！
来人啊！赶紧的找找林心心，都跟龙甲画竹六合啊！遵命啊！六合，我已经深爱你六合了，望你能爱惜我一个流浪的孤女呢。莫安尼好，莫安尼好。其实啊，这个友情比爱情较可贵。所谓爱呀，就是这个朋友的爱。哦，安尼比较可贵啊！你千万都唔通安尼啰嗦。唔啦，我所求的爱，唔是普通的爱，就是夫妻一般的爱情啦。还莫安尼胡言乱语，哈！你明明变态。我无变态，我是一个正常女人的态度向你求婚啦。对，六合答应我嘛吼，六合。我唔是六合啦，啥物？我唔是六合啦。我知影你唔是六合，所以我伫咧试探你。虽然你唔是六合的自卑，也毋过你有六合的正气。你到底是啥人？我就是六合的徒弟阿霸王赵乾坤。哦，赵乾坤。是啊。为什么你来拜六合做师傅？我都当时在偷看牛嘛，就是去互六合甲感化山入去自首，出来重新做人，我帮助暗杀大人破真济案件啦。我是一个偷牛贼啦。哦，你是偷牛贼，我是偷逆史的国贼，平平拢嘛是贼。你大贼我小贼，你鱿鱼我目贼。不过，咱已经是改头换面咯，完全是六合先师的功德啊。可怜阮师傅在这个沙漠中叫梁光宏甲伊赶去，全失踪。可怜林心是嘛？咱两人都在并肩作战，来破天雷国，提回逆史，安尼才会无罪。来收敌喷雷龙。反正是咧，先来去找找六合嘛。好安尼呢？无毋对。好，行。英勇义气属先天，八卦风威对化拳，专来用心为标准万般斟酌助了人呐！来了啦！啊，请六合进堂来。六合先生啊，请你出了。灭红新君在上，六合有礼。免礼，请坐。多谢。六合，你来到我这个紫阳国，你会感觉真奇啦哈！我三名部下会使你讲介绍无敌啊，独霸万里沙漠。第一名叫做梁光宏，伊研究是种竹叶线。专门伫将着沙漠的风解耕作梁光宏啊，无论你当身体骨，或者你做对功夫，互我梁光宏讲着，就你走袂去。第二名就是一江流，伊的剑术介是无敌。第三名出去做买卖也袂倒转来，叫做北海乌鹰。若论讲我这个第三名一属下练你六合的功夫，都毋是伊的对手。我当时喷走西的时阵，听讲你六合一气神功非常厉害，但是我毋捌看到啊。今日请你来到我这紫阳国的目的，大概你六合也真了解吼。因为新君，你希望我六合加入到你消灭赤鹅的行列，是毋是？对，你六合实在太聪明了，难怪讲你这里出名，因为你来帮助我呢。特别收敌这个赤鹅，易如反掌。为什么你特别伤杀着伊赤鹅新君？我讲你听，本来伊赤鹅是我的先天，无毋对，我是伊后天啦。伊赤鹅的轰动的程度，连达旦王、连瓦拉之王啊，拢总崇拜这个赤鹅。所以我真不满，假使赤鹅来甲伊灭掉，我这个白风教也会当受了这个王公甲我重视。反倒转。达旦王会当作讲我这个白凤都是因的主神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安怎？你愿肯答应吗？新君，我有真济话特别对你参考，希望恁这部属暂提一笔吧。
来人啊！退回了，我在听啥？遵命。现在特别来借问你，为什么你来信仰这个白凤？白凤是一种风虫。也毋过即阵故事30年前的代志是由这牧民所传说出来，所以对这牧民崇拜着这个风虫，我才自将这个风虫记为神呐。牧民是见其一不见其二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百传千呐。所以成语就伫咧讲三人成虎。如果若是三个人讲起来有好，这个虚实会变成真实。皇军。有智慧人爱追求真实，追求真理，打破迷信，安尼才袂误害群众啊！难道你六合无教吗？有，我中原有三教：儒、道、释三教。儒就是至圣先师孔夫子，道乃是太上老君，释就是释迦牟尼佛祖。但是阮的三教。是同一道，三教同一理啊！使着大众的信仰，阮信仰三教，必须守法，爱维护国法的尊严，安尼才是真真正正了解真理的人啦。神君，亲像你在这个所在创造这个邪教，施设着你的私行、私法、私利，那就是违反国法啦！违反国法。就是违逆真理同款，因为理与法有一个相关密切，就是以理生法呀。我想看觅。我想着，六合的意思就是要毁灭我这个白凤教心。无这个意思，请皇军你唔通误会啦。因为大丈夫无一处而不黑，无一事而不黑。无一时而不黑。我虽然来这个所在，也是咧研究着你内面的长相，所以才人之长，补己之短啊。咱互相研究，互相参考，安尼才会进步啦。假使咱若是无研究、无进步呢，就无可能建立着完美的民族
当时无可能建立着完美的国家呢。哼，你这个六合，这两字我感觉真奇怪，解释一个我听。六合是天地四方为六合，奉之正理六合，守之即状秘密，用天地之正气，育四方之万灵，修中日之精神啊。所谓六合，就是道啊。道是孔子所言：用之弥高，站之弥坚，善之在前，忽然在后。道是无利人，人有利道。道在咱的周围上效咱使用，咱用未着，就是利道。人利道则为，人守道则安逸。呵，六合，我若互你讲落到地，我这部下会拢走了了。我30年坚固的教文家书若逼迫，安尼未当完成着我一生的誓愿啦。这边啊，用你来人啊，将六合甲我压金啊，遵命啊！山中有一树，世上无一人。六合先师，我来了，我必了。来人啊，为我来啊！真好，六合先师，你我两人并肩作战，自将这个白风邪教总该灭掉。毙掉啊，唔通动手。什么？继六合阿霸王当着这个独眼龙，竖起这个走水六合，来到半途不灵，误了本回龙大队困见了。啊！一炮，击杀不论啦！啊！独眼龙啊，这阵若拼袂过咱两个做水会，所以无论怎样呢，一定该大开杀戒。好呀哈！大战非常的激烈，阿霸王当对独眼龙是不是有可能拍开重围呢？六合甲毙掉，伊运命转变如何？请看续集。